今天还是聊这个孙悟空的身世啊，这一期聊叫隐雾山折月连环渡，这个豹子精啊。上一期咱们聊的这个灭法国，在灭法国里面，我们聊的主要是孙悟空的身世，对吧？他到底跟谁学的艺？他师傅到底是谁？灭法国里面主要就是在里面隐藏了这个线索。那么这个隐雾山折月连环渡啊，豹子精这一集也一样啊。这一期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孙悟空为什么跑这儿来整事？就这一集，所以说这几集啊，好像这个大家都不太关注。因为这玩意儿太深了，你知道吧？也后面又没有什么大神仙在后面整事，所以说这个好像就看起来就没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几个战局。这个从灭法国出来之后啊，又他师徒4个人啊，又走到一个山边上，唐僧又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山有黑气啊，有妖啊，对吧？我这徒弟啊，得小心一点啊。”孙悟空就说：“啊，师傅啊，你这个心呐，你也把心经忘了吧？啊，然后那个唐僧就说没有忘啊。那孙悟空又教育啊，教导唐僧，对吧？说啊，这个他念了一首诗啊，得帮我点赞啊，点赞，再看一遍《西游记》，不用，就是听一听就完了啊。这个诗很重要，你知道吧？这原著里面这首诗非常重要，叫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就在汝心头。什么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，就是说灵山啊是在你心里，人人心里都有个灵山，灵山实际上在你心里。这个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孙悟空啊，不是在灵台方寸山嘛，斜月三星洞嘛，他菩提祖师在那儿嘛，他在那儿学的艺。我们昨天说过了啊，这个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指的就是心。孙悟空今天又说啊，他说啊，这个叫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就在汝心头，就在心里，还是心，知道吧？人人有个灵山塔啊，叫什么？好像灵山塔下修。你看看，这孙悟空再一次指出啊，他去哪儿学的一样，是吧？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，就是灵山啊。对，说对了，这个唐僧马上就理解了。唐僧说：“哦，那不就是修心的意思吗？对吧？”孙悟空说：“对啊。”沙僧就说了，教育师傅的任务啊，就交给大师哥吧，我们就负责挑担子就完了，牵马啊，我们笨。好，这个人，然后这个那孙悟空说，确实啊，有妖气。他说我起来看看，他就飞起来。他飞起来一看，果不其然啊，那个路上前方那个路上有一个妖怪在那操练呢，带着一群小妖啊，在十字路口那操练，好像是埋伏，你知道吧？准备抓人。然后这个孙悟空一看这妖怪，孙悟空说啊，我下去一棍子一个全给抡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也显不出我的威风啊，对吧？然后甚至不武，讲点武德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他一想，哎，让猪八戒来先探一探，所以他就跑回去了。跑回去他就跟师傅说啊，没有妖怪啊，好得很。然后那唐僧就说那前面那个雾气妖气嘛，唐僧时间长了他也能看出来妖气呢。孙悟空说那不是妖气，他说那是那山里面的人家蒸馒头蒸米饭那个蒸的雾气。说那地方人都在斋僧啊，特别好，都在招待那个和尚嘛，叫斋僧嘛。猪八戒一听到这个就流口水了，哇，有吃的是吧？完了还问他孙悟空说：“你是不是已经吃过了？你这么长时间才回来，你是不是在那已经吃饱了？”孙悟空说：“哎呀，那人太客气了吧，你不吃都不行啊！素果子什么素菜好多，就紧着你吃，知道吧？”这个一听这个吃，猪八戒就流口水了。然后孙悟空就骗他说：“哎，说这个，然后猪八戒就说啊，那我也想去吃。”孙悟空就那你怎么去呢？猪八戒说：“他跟唐僧说啊，他说我啊，你看啊，你们一会儿就咱们去要走过去啊，他这个我啊先到边上找点草给马吃。”别到时候把马呀，就咱们4个大活人跑人家这吃，已经够不好意思了，还带着个马去吃人家草料，有点不太好，对吧？说我啊先去找点草料给马吃。你看这猪八戒找借口，哎，唐僧就说这哥们八戒这个呆子怎么今天这么勤快呢？但是好，既然猪八戒自己要愿意干的，就让他去吧。猪八戒说好，他就去了。结果那孙悟空就说了，你这样子，人家也不敢给你吃啊，对吧？你长着这个猪头大耳的，吓着人家。哎，猪八戒说我一变，他变成个黑胖和尚，就去到那个妖气那个地方，那村里准备先吃饱才走了。结果半路上就被那个小妖给埋伏了，那小妖就上去扯着猪八戒啊，人多啊，拽脖拽毛，拽头的拽头，拽脚的拽脚，对吧？说哎，逮着一个和尚，准备今天有收获嘛，逮着个和尚可以开荤了。结果这个猪八戒就怒了，推扯的。猪八戒说我是来吃斋饭的，我怎么我变成斋饭的啊？然后一怒把他耙子掏出来，然后就变回那个猪八戒的样子，知道吧？然后就拿耙子乱砍啊，乱耙。那个小妖怪立马就跑去跟那个豹子精啊，就那个妖王说，哎，不好了，说那个来了一个这个和尚，正准备抓他，结果他乱砍，不服从那个管理啊，本来说把他抓住了，准备把他变成腊肉啊，腌一腌，今天准备下酒吃了，结果他不配合，那妖王一听，拿着他的武器啊，狼牙棒，这是个棒槌上去，跟猪八戒两人就干上了。哎，猪八戒说：“我靠，你是什么人啊？
两个人就通报姓名啊。猪八戒说我是啊谁谁，对吧？也就吹一番了。天蓬元帅，现在是猪八戒是唐僧的徒弟，西天取经啊。那妖王说管你爱谁谁打吧啊。这个猪八戒真的打的时候，这个孙悟空啊在那儿，他突然就笑了。他在那个唐僧那儿啊，然后他一笑，他就知道出事了，他就帮一下这个，所以他就把一根毫毛一变啊，分身嘛，就假孙悟空坐在唐僧边上，真的孙悟空已经飞走了啊，飞到天上，往下一看，就给那个猪八戒打气啊，说八戒呆子我来了。这个猪八戒一看孙悟空来了，他就有底气了，靠上来了嘛，对吧？啊，师兄来了，所以猪八戒就这个啊战斗力啊，战斗值瞬间上升，打那个妖怪乱跑。后来那妖王一看，占不着便宜啊，跑了，带着妖怪就回去了。然后孙悟空也回去了，猪八戒这个妖跑了就回去。回去猪八戒就骂孙悟空嘛，猪八戒就知道了啊，孙悟空你那骗我耍我，对吧？然后骂孙悟空说你怎么。然后孙悟空说你别血口喷人啊，他说你问师傅，我一直在这没动。唐僧也说，唐僧说悟空一直在我边上坐着的，什么时候跑去什么帮你了？然后那个猪八戒说了，师傅你不要被他骗，这个猴头啊，这个猴头啊最喜欢骗人，他有分身术，他弄个假的坐在你边上，真的已经过去了啊。然后好，然后孙悟空就说了，哎呀别扯了啊，是吧？这样子这几个小妖怪，对吧？我也看了一下，功夫不过如此，对吧？也没有什么法宝啊，这样子你在前面开路，我跟沙僧带着师傅过去，对吧？然后碰见妖怪，你给他一打死，都算你的功劳，算猪八戒功劳。猪八戒一听也挺占便宜的，为啥呢？因为他刚才跟那个妖怪交过手了啊，他觉得那个妖王啊不过如此，他不怕，他觉得自己有胜的希望，再加上他在前面开路，孙悟空在后面，所以他行，那他就准备抢这个头功。猪八戒在前面开路，孙悟空在跟沙僧在后面啊牵着马保护唐僧过这个山。结果啊，这个妖王回去之后啊，就垂头丧气的，觉得那别的小妖就看妖王今天好像气色不对啊，问妖王怎么回事，妖王就说了，他说我每次出去哪一次不得逮几个回来给兄弟们，对吧？开个荤，今天居然那么晦气，对吧？一个都没逮住，差点被人打了啊，还说他是什么唐僧的什么徒弟。然后那妖王就说了，我是听说啊唐僧肉挺好吃的，但没想到他徒弟这么厉害啊。然后这时候一个小妖啊就笑了，一个小妖笑了，然后又在那感叹。然后那个妖王就问他咋回事啊？那小妖就说了，世人都说唐僧肉好吃，但是唐僧肉哪有那么容易得到的呢？说他那个小妖说的很有道理啊，如果唐僧肉真的那么好吃，他就走不到这儿，就轮不着你来吃，不然早就被别人吃了，对吧？也就是唐僧居然能走到这儿都没被吃，那一定他非常难吃，你想吃它太难了。这个妖王一听，对呀，好有哲理，对吧？好有逻辑啊，对吧？都说唐僧肉好吃，唐僧嘛，那为什么一路上没人吃呢？肯定是难吃啊，吃不着啊。然后他就问这个，然后那个小妖就说啊，说这个他徒弟啊，猪八戒、沙僧他都好说啊，他还有一个徒弟叫孙悟空，那玩意儿这个一说出来都吓人，你知道吧？这一路上降妖除魔啊，专门干坏事，人人都惹不起。然后这个老妖王就问那个小妖说，你咋什么都知道呢？我都不知道，你从哪儿知道？这小妖说啊，哎呀，大王你不知道，我啊，对吧？原来单位破产了，倒闭了，我后来投奔到咱们这个大王，对吧？麾下，你收留我了，我在原来单位知道的，掌握的信息。妖王就说，你原来单位哪个？在哪儿上班？他说我以前在狮驼岭，对吧？在那儿上班，后来狮驼岭啊被孙悟空给灭了，我啊跑得快，从后门溜了，所以捡了一条命，投奔到你这儿，对吧？那孙悟空在狮驼岭干的事情他都知道，对吧？孙悟空在狮驼岭啊，把这个整个的狮驼岭妖怪全杀干净了，对吧？这个小妖就从狮驼岭他是幸免于难，跑到这个妖王这儿，就豹子精这儿，换了一个地方打工，知道吧？当个小妖，所以他知道这个妖王一听完了，对吧？这他妈这个头疼啊，怎么办呢？正在叹气的时候啊，另外一个小妖跳出来，这个小妖很机灵啊，显得自己很聪明。大王啊，不要担心，我有一计。那大王说什么一计啊？他说我有一计叫分瓣梅花计。具体怎么弄呢？他说你精挑细选，选3个小妖，万里挑一，挑3个小妖，然后呢，一个让他装成这个孙悟空，一个变成猪八戒啊，不是3个小妖都变成大王你这样子啊，分瓣梅花计嘛，都是大王这样子。然后一个去对付孙悟空，一个对付猪八戒，一个去对付沙僧。等到这3个小妖把他3个徒弟给困住之后啊，就缠住，然后你再去一把把那个唐僧给他揪走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这个妖王一听好有道理啊，对吧？这么聪明，行，马上就挑了3个小妖啊，变成3个妖王，让他们先去。第一个上去跟孙悟空打起来了啊，然后一打他就把孙悟空引开了。第二个小妖一上去把猪八戒引开了。结果第3个妖一来，那个沙僧一看，我靠，这怎么又来一个？这大师兄、二师兄干啥去了？然后那个沙僧就迎战这个第3个小妖，结果那个老妖过来把唐僧就揪走了。
一下逮到洞里去了。然后等到这个孙悟空啊回来一看，哇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接个马。等到猪八戒回来，哎，师傅呢？然后他三个人互相埋怨。孙悟空说：“我去打妖怪，打妖王，你们俩看着师傅，师傅呢？”然后猪八戒说：“我也去打妖王了。”然后那个沙僧说：“我也去啊，也是妖王来了。”好，孙悟空一看，孙悟空这时候哭了，对吧？孙悟空觉得心累，你知道吗？心累啊，痛哭。这时候猪八戒啊突然有了主意，猪八戒就成了顶梁叫什么啊？顶梁柱啊，主心骨。他就跟孙悟空说：“这个时候哭有个屁用啊！别哭了，我慢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妖王顶多把我师傅就在这山边上啊拖走了，我们去找他，你哭有啥用啊？”孙悟空一听，对呀，是吧？哭啥？好，这三个人呢就开始找，也很容易啊，就找到一处，这个正好啊，他在天上往下看的时候，大概看那个小妖，那个小妖就有小妖在说话，小妖说：“哎，逮着一个人，师傅啊，把这个和尚逮住了，晚上要开席。”那孙悟空他们跟着后面一看啊，就到了一个洞，叫隐雾山折月连环洞。到了洞呢。然后那个孙悟空一看，就是让猪八戒你先上，你我一去就麻烦，你先去，你先试探个虚实，看看师傅在不在，对吧？是不是被他抓走了？这时候猪八戒就拿着钉耙上去就抡了啊！那小妖把门一关，吓得赶紧去报告妖王，说不好了，说他们找来了。那妖王说谁？猪八戒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本来妖王把唐僧啊抓回来之后啊，那个妖王很开心，知道吧？他给那个出分办梅花计的那个妖啊，说先命你为先锋，升官了，你知道吧？当先锋。完之后说一会儿啊，咱们就吃唐僧肉，到时候分你一块。那个小妖他计谋比较多啊，他就跟这个妖王说啊，咱们不能吃，先别急啊。说他三个徒弟还在外面，他一定会找。如果你把唐僧吃了，他找来了，你麻烦了。先等到咱们把这个三个徒弟打发走了，对付走了，我们再踏踏实实吃。妖王一听，也有道理，是吧？所以说他就没吃唐僧，把唐僧绑在那儿一个柱子上。结果唐僧绑在柱子上的时候，一个人跟他说话，一个樵夫也绑在那儿，就跟唐僧说：“哎，他你是为啥被抓进来了？”唐僧就哭嘛，在那儿哭这个徒弟啊，什么时候来救我？师傅这么难吗？对吧？取个经啊，天天被抓，然后绑得很疼啊，对吧？又是手疼脚疼，对吧？在那哭，然后就那旁边一个也绑着一个人呢，跟他聊天，问你是为啥被绑的？哎，他就说我被妖怪抓来的。那个樵夫也说，我也是被妖怪抓来的，我是3天前抓来的，估计要吃我了，轮着我了，现在把你抓来了。然后这个唐僧就说了，哎呀，你死了不要紧啊，这唐僧就这么说了，你死了不要紧，没有什么牵挂，死就死吧。我这不行啊，那樵夫一听就不高兴了，这为什么我死就无所谓，你死就了不起呢？就不能死？唐僧说我要取经，知道吗？我是背着我身上有任务啊，我要给那个东土大唐皇帝玉帝啊，皇帝取经给他，然后要超度那个阴曹地府那些什么无名之鬼啊，一大堆的无家可归的那些鬼魂，要超度他们，取这个经。我要不取，我要死了没法取经，没法取经，这么的冤魂怎么得到超度啊？那么这个我们的皇帝哥哥那多失望，对不对？那么多大臣盼着我回去，众望所归啊，对吧？群众盼着我的，所以我不能死啊，我这死就麻烦了。你死不要紧了。那樵夫一听说了，樵夫说不对，我啊自幼丧父，我现在就一个老母，那个老母就指着我啊，我来养他83岁，我要死了，我老母就活不下去了，不也是一样吗？唐僧一听也是啊，那么他们俩聊起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后来孙悟空、猪八戒兄弟三人跑来之后啊，到了这个隐雾山折月连环洞，猪八戒就上去校正，结果这个妖王一听说猪八戒来了，他就很紧张，把那个先锋叫来了啊，说就是你这个孙子啊，你出的主意，你看看现在人家找来了怎么办啊？人还没吃，这3个人又来了，我们打得过吗？那个先锋一听啊，说大王不要着急啊，说这个我们啊，他这图里面就孙悟空比较难对付，但是说孙悟空这个人喜欢别人奉承他、巴结他。你看啊，这小妖子已经掌握了孙悟空的这个特点，知道吧？说他这个人喜欢你说夸他。那妖王说那怎么夸的呢？说那个小妖说了是这样的吧？说我们就说谎称啊，唐僧已经被吃了，拿个人头出去糊弄了一下他，哎，再夸夸他，说不定孙悟空他就走。然后说如果他不信，那也没损失嘛，说咱们完全可以试一下，万一信了呢，对吧？你不试怎么知道呢？妖王一听，有道理，所以他拿刀啊砍了个柳树根，削成人头的样子，搞点人血涂在上面啊，然后让一个小妖拿盘子拖着出去，就开始喊那个孙悟空，喊孙悟空喊什么呢？他喊齐天大圣爷爷。那个妖界都喜欢自称爷爷，知道吧？对吧？那小妖称老妖一般都称爷爷，所以孙悟空一称那个齐天大圣爷爷，孙悟空就找到了很亲切感，知道吧？就是那种花果山这个美猴王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因为都叫他大圣爷爷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么一听，哎，孙悟空马上就非常对这个小妖很亲切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小妖在那个洞里面，知道吧？他不出来，然后就喊孙悟空齐天大圣爷爷。他说真不好意思啊，他说你师傅啊，昨天抓来的时候啊，因为咱这妖怪太多，小妖啊有纪律比较差，
大家上去你一口我一口，把你师傅就吃了。孙悟空说吃了，那吃了，那怎么证明吃了呢？那小妖说你看他就剩个人头在这儿。那孙悟空说你把头送来让我看看。那妖怪把他托盘拖着，把那人头丢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丢出来地上一滚，然后那个猪八戒一看见人头就哭了，开始沙僧两个人，哎呀师傅啊，苦命的师傅又死了，是吧？死的这么不明不白。然后这个孙悟空一看，孙悟空笑了，说哎这个别哭，是吧？这不是的。那猪八戒说为啥不是的？你咋知道不是的？孙悟空说你听这声音啊，他往地上一扔那个声音呢，就像那个梆子敲的声音啊。你不信你再听听，他把那人头拿起来往石头上一摔，就是他那个声音就是木头撞石头的声音，就梆子的声音。他说人头砸石头上不可能是这声音，这个我懂，是吧？孙悟空老干这事呢，对吧？估计他以前在花果山没少干这种事啊，或者他以前啊，对吧？他通过耳朵一听，这不是人头，是木头的，所以然后让猪八戒拿耙子一下把那人头耙开了之后一看，果然是木头，所以知道了。然后那小妖吓得赶紧跑进去，那猪八戒气坏了，你知道吧？要去打那小妖，跑进赶紧说，哎，不好了，祸事，跟大王说，这个计谋被他识破了。怎么识破的呢？问题就出在那个柳树根上面，木头的人头他不信，他不是不相信唐僧被吃了，而是对这头产生怀疑。那个小妖一听一分析，对吧？那我就搞个真人头不就完了吗？所以他就在那个剥皮亭啊，他那不有剥皮亭吗？那下面没有吃完的人头挑一个出来，让那小妖把他头皮啃掉，血呼呲啦的，然后让那个盘子拖了再送出去。然后那个小妖出去跟孙悟空说啊，齐天大圣爷爷，刚才对不起，我们大王啊有私心，想把唐僧的头啊留下镇宅子，留着做纪念，所以拿了个假的出来。这回看你们这么样子，我们把真的送出来，你看这是真的。这时候一看是真人头嘛，完了孙悟空跟那个猪八戒，孙悟空啊，猪八戒把人头一抱就开始哭了，哎呀师傅啊又死了，对吧？你们这回真死了。然后孙悟空这个师兄三个人啊开始哭。这猪八戒很有意思，猪八戒马上说，哎呀师傅这个头啊现在还有生气，就意思说干死不久嘛，啊咱们趁这个有生气赶紧找个地方给他埋了啊，咱们给他守孝，知道吧？所以赶紧一路哭一路跑到找了一个什么凉的地方啊，然后这个景色好的地方，风水好的地方，猪八戒把头啊放在地上，然后拿耙子帮爬一个坑，把师傅埋下去，然后给他烤了个坟，大家在那哭。然后猪八戒还说了安排，猪八戒说你们不懂，对吧？这个他懂。然后你们俩现在这哭着啊，我呢去这个找点这个祭品啊，祭奠一下师傅。孙悟空说你找啥祭品呢？我有办法。猪八戒去搞撇点那个松树枝啊，找了几块石头垒在那个唐僧墓前。他说哎，石头啊就当成馒头了啊，这松树枝啊就当成什么纸钱，就放在这儿，意思呀现在没条件了，师傅也不会见惯。孙悟空就说了，我操，那你这不糊弄师傅吗？对吧？师傅刚死，你这么糊弄他，拿个树枝当钱是吗？对吧？石头当馒头，对吧？师傅白疼你了。三个人哎真在那哭啊，哭了一天啊。